感谢两位友志吼，遮尔寒吼，啊落雨，佮来到遮吼。啊，毋知是即个主题的关系，还是安怎吼？竟然拢无女性的朋友来迄个来听吼。以早逐场拢一定有袂少女性，啊，毋知是即个题目的关，还是讲有人看到民视走马灯误会，讲是民视要现场转播，要伫电视进前看的款吼，可能嘛有误会友志的部分吼。嘿，啊，真歹势，因为当初甲民视迄边新闻部讲的时阵，因讲拢总共来当写18字啦，吼、安怎算都无法度讲18字，地点嘛有时间也有工作的名啊，工车的名无法度。落尾确实是这以后阮搁研究看卖，要安怎甲18字的草稿中会当甲这重点拢写出来。今日足欢喜会当邀请到咱即位陈元生博士吼。元生遐咧，是即个太空吼，即个美国 NASA 足资深的即个工作经验了后，吼，才转来台湾贡献哦，伊的即个专长伫咱台湾的太空产业，吼今日伊准备真精彩的物件吼，我想我着莫占时间吼，毋过伫遮先简单甲大家说明一下吼，咱即个。李工桥台语文教基金会所举办的台语沙龙有吼，台语沙龙啦吼，台语沙龙有讲座呢，逐个月吼拢有一场啦。基本上是排伫逐个月第一个礼拜三的暗时来举行，吼希望拢固定即个时间，大家较好记啦吼。毋过有时有一寡讲遮时间真正较无拄好，会可能选伫第2个礼拜三，或者是讲像4月，因为4月拄好。第一礼拜拄着清明的即个年假吼，迄就无法度，就爱排第2礼拜。若无普通是惯例是第一个礼拜三暗时，嘛咱邀请各种专业领域的优质先辈研究者或者是工作者来甲咱分享，用台语分享伊的专业。毋望咱在座优质呢，咱搁甲即个消息传播互较侪人知影。后壁有咱的即个捐款箱啦吼，若是听了有欢喜吼，欢迎甲咱基金会乌燕赞助，互咱即个讲座甲其他的事工拢会当久长一直来举办。好，刷来咱就把时间交互元生遐陈博士吼。多谢方伟吼即摆真多谢邀请我来遮甲大家分享吼。今仔日真多谢各位先进、各位朋友会当拨假吼来遮听我讲话吼。当然，这台语用台语做即种专业的讲话吼，这是无遐尔简单啦吼。今仔我想讲，这台语真重要。我迄天才听民视的咧报台语新闻吼，讲迄个即位迄个啥物，即位明星，即位啥物明星迄讲台语吼，讲的就知影讲两字拢毋对吼，真奇怪所以我想即个台语有需要吼，咱阁继续家己讲落去，互咱后摆咱的。喂，即个敢若无声。喂，安尼好。所以台语是真重要的一个咱的语语吼，所以咱爱甲传承落去。今仔日呢，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台湾的太空产业。有真侪人会感觉奇怪，台湾是安怎有太空产业？因为较早若讲到太空，大家拢会想讲这个拢政府咧做的嘛吼。是安怎敢若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是安怎民间会去想要做这个工作吼？要讲这进前，我小可有大概讲一下，讲是安怎要做这有啥物困难度，搁较早经验是啥吼？搁转来台湾了，甲台湾一寡朋友做伙去做这个代志的时阵，是安怎会去发想互即个物件会当开始进入，搁踏进一步。是甲变做真正一个要甲做一个产业吼，所以呢，咱咧讲航太吼，航太其实拢是甲国家安全甲规个迄个产业的发展吼，甲高层的产业发展真有关系。航太其实伊上较重要技术就是有即个主要5项吼，就是讲你物件因为爱会飞的物件嘛，爱飞的物件一定爱有动力。
而且伊也会当照你要设计的迄个路去飞，去做你要爱的工作，所以要有一个做飞航做控即种的技术吼。啊，过来当然，即个航太的物件伊飞速度诚紧，啊，佫嘛飞位足低，甲飞到足悬的，飞到太空去，飞到无空气的所在，所以呢，伊所有用的材料爱经过足严格的迄个环境的考验，所以材料变做是一个上界重要的其中的一项吼。而且你要应用即个航太，因为航太即个太空的物件，伊拢飞到诚远去，所以呢，伊要做诚好的即个控制，啊，佮资料的去摕到资料了，免啊传落来涂骹，所以安全的通信，本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吼。啊，过来就是最后一个所谓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是所有遮足复杂的物件，包括即个电的甲机械甲即个通讯、软体啥货，全部要甲整合做复杂的物件变做简单化，变做有系统化的规个整合。啊，这就是系统工程的技术。啊，这嘛是无讲偌久啦吼。系统工程的技术差不多，伫顶世纪差不多1970年代，迄个时阵才成熟的物件，就是因为为美国迄边较去发展航太技术了后，才去发展的一个系统工程吼。啊，咱咧讲即个航太业其实吼，伊有哪一寡特性吼，就是讲第一个，伊的迄个门槛诚悬呐，吼啊，伊的迄个规格有哪定了诚悬，所以一般的国家若要进入航太吼，是真无简单啊，尤其是载人的，所有载人的遮吼，一寡规范啊，不管是欧洲定的还是美国定的，即边这规范，大家拢爱去遵守。啊，这规范你爱遵守的时，你爱开真侪钱，啊，搁爱请对方来甲你做检验，啊，检验证过了，你才能实施你的产业。所以航太产业是一个非常无简单的，要进入这个产业真困难的。所以呢，要安怎？但是呢，你若讲有进入这个航太产业的时，你的国家规个迄个战术就无共款啦。人甲你看做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国家，这伫世界上拢是安尼。啊，因安尼关系，你所有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有哪会诚注重？人想讲你的品质一定是赞的，你的品质就是航太级的，你的品质就是啥物，你非常会当信任的然后日本出来的物件，大家拢一个印象就是讲，拢会当信任者因为伊就是伫即方面非常足好的。一寡美国的武器，大家拢甲买，是因为伊的品质好就是讲经过航太这边的去考验过所以讲咱要进入即个是有一个想法。台湾当然，咱倒转来看台湾，台湾伫即个航太方面有几个单位啦，老少咱所知影航法啦，古早1960年代、70年代迄个做航法，后尾就变做中科院，甲中科院整合，又变做汉翔，即摆变做一个民营的国家为经济部落内面民营的公司，叫做汉翔。但是这规个系统其实拢是照美国予伊的物件咧做，所以因所接到的技术拢是像较早迄叫做啥物 F5啦，迄种战斗机啦后尾也发展到叫做 IDF 即个战斗机，迄完全设计嘛是拢美国来的嘛是迄个美国的迄个Northrop， 后尾也转做 General Dynamics 即几个公司去互台湾技术。台湾技术较进台湾的即个引擎也做袂好，就是迄个引擎内面的迄个叫做涡轮的迄个液压片，迄液压片本身高温的液压片迄做袂好，迄是一个无简单的技术美国袂放互你，即摆连中国嘛做袂好，所以中国迄个啥习近平规2年前就开始讲要开偌济钱，要突破即个技术嘛，因为因较早拢是甲迄个俄罗斯买引擎，因家己本来有去仿，但是做品质拢是无遐好，所以呢，飞行员拢会若要飞飞机咧，先问讲这引擎倒位来，俄罗斯来伊就讲安尼会使安尼，所以工业的技术也是搁差一层当然，为即个中科院来就是遮火钱啦
即个飞弹本身是做了袂歹啊。中即个就是去年不只有名，迄个做熊山飞弹啊，伊即个其实伊的技术算袂歹啦，但是系统管理方面无遐尼好但是咧台湾要安怎突破去即个航太方面的呢？咱来想讲爱无载人的，咱你无载人的系统去设立的时阵，咱较有机会。因为无载人的系统进入的时，你的规范甲规格无遐尼悬。迄个你要做迄个试验的迄一寡迄个科目试验的迄个展出，会当照你家己的定义去试验。无受到其他的规范来限制所以无人会有包括几种，无人的飞机搁无人的即个火箭，甲飞弹，这拢是无人的无需要载人的物件。即种技术若为这去投入的时阵，就真有机会这是即马所谓的迄个无人机内面上界厉害的是即只啦。这是美国的迄个啥物X-47V即个本身伊是拢完全自动的全自动的这是2年前伫迄个圣地亚哥外口太平洋做实验的这是伊伫个航空母舰顶悬起飞搁降落完全拢是即个自动飞行自动加速这将来当然即种武器将来发展落去的时，后摆变做若讲咧战争的时阵就是有可能讲一个飞行员伊飞出去了载足济对足济只足济只伊当面指挥足济只即种无人的飞机去作战甚至到最后会使讲一个冷气房飞机只出去要作战安尼飞机去作战你所有的迄个军人拢坐咧冷气房去做控制安尼这无偌久就会实现啦搁即摆咧讲的叫做人工智慧即个物件其实用而且用上济啦。即摆大家咧讲人工智慧其实美国足早就开始像你看到即种飞机，伊就是其中的一项咱咧讲迄个飞行这我定定拢爱讲飞行，其实就是讲20世纪人类上界大的贡献之一啦。飞机有啥物无共款？飞机就是讲，咱一般要摕一个物件1公斤咱会摕1公斤的力伊才会当摕起来嘛飞机的意思就讲，伊用0.1公斤就会当甲1公斤的物件摕起来迄个是所谓迄空气的动力学会上界大即张相片其实你若学过即个航太，你就看有；若无你就看无一般伊有发展的这莱特兄弟伊就发明飞机的嘛，飞机拢飞起来这1900甲1901甲02伊就进展啦。你开始的时，伊就是只飞机你看伊的迄个角度扭起来就敢若风吹共款风吹你飞的时头拢扭拢45度嘛，45度意思就是讲伊的迄个阻力甲升力差不多平平平平的时你就飞袂起哩你嘛要摕1公斤的时，你就咧摕足重的足大的力才飞起哩嘛到1902年的时就做到即个程度你看这差不多10:1啦，这个角度才10:1意思就是讲我1/10的力我就飞起来我只要克服即个阻力1/10的力我就当甲飞机飞起来所以因才会当伫即个1903年的时的12月伫迄个基里霍即个所在，甲迄个飞机飞起来当然足短啦，但是就是伊的记录当然有其他所在咧甲伊咧争啦，讲其实别个所在较早就有但是别人的迄是无载人的，所以才输伊啦，这是有载人的所以就怎世界纪录怎互伊摕去这你若看有这个，就知影讲伊的空气动力学的重要性所有航太的物件拢是有遮连接做伙。飞航，你所有火箭要飞，飞弹要飞嘛，爱伫空气先飞嘛，飞了才飞，最后飞去太空嘛。所以空气动力学我那真重要即马就是讲另外一个对飞机来讲一个真好的机会即个是台湾其实阮来当发展的。
迄就是讲你一个无人控制的飞机吼，我用迄个太阳能做电做电力，你是啊，太阳能迄个咧飞的时候，有剩落来电吼，我就甲放咧用battery里甲存起来，存起来了后暗时有哪继续飞，用battery的电，甲飞安尼，是会当一直拢伫顶悬飞，拢免落来，免加油，拢免烧落，台湾太阳能的迄个太阳能板做了真好啊，咱的技术是算世界顶悬的，所以其实这是台湾若讲要甲即种物件甲整合起来，是有迄个机会。这有啥物好处呢？后摆咱即马毋咧烦恼讲去基地台一大堆吼，大家拢无有基地台伫咱厝边嘛，大家拢去记迄个电波会影响身体嘛。你若用即种的一个都市一台就好啊，伫遐厝内所有基地台。你若去想看觅，即种的若发展起来，伊的迄个商业价值偌大当然技术无简单啦，伊这技术就是讲伊爱飞离迄个较稳定的气流的改站迄个所在，迄个做平流层平流层迄差不多15公里到20公里中。一般迄个民航机差不多飞10公里到12公里中。搁较起的时就是较稳定的气流。迄个时阵，你只飞机就当停伫遐，拢免叮当，就一直停伫遐。伫你的，讲台北市顶悬一只，就停伫遐，一直伫遐，拢袂叮当即马即个技术，伫世界就是说英国做上好。英国即只伊拢总记录是伊飞过两礼拜拢无落来，一直伫遐当然伊这是目前也是迄种算学校迄个大学去发展的技术。即迄个英国政府已经甲即个计划甲伊用国家的迄个钱甲伊买落来，将来要发展做真正商业应用的即种系统。所以呢，我感觉讲台湾若是讲伫即个方面去下力落去、下资源落去的时候，真紧嘛会当做一个会当应用的即个系统出来这商业的价值非常大当然为航空到太空，伊就先经过即个过程，迄个飞一直飞愈飞迄个力量愈来愈大，就走去太空走去太空是无共款的技术伊将太空的材料、需要的材料，甲需要的迄个飞行的迄个控制的方式无共款咱讲太空是个另外一个改站的因为你若去太空的时阵。去到太空的时阵，佮甲你看做更较无共款的、更较关键的迄个国家的即个能力所以会当参加即个太空俱乐部迄是真无简单的。所谓的太空俱乐部就是讲，你会当用家己的力量，甲即个卫星还是太空船送去太空的时阵，你就变做即个太空俱乐部的成员即马世界现有的有即个能力，差不多11个、12个国家安尼，差不多安尼尔所以你若去有即个能力去展示出来，是你马上就变做全世界非常重要的国家之一而且伊嘛是一个国家甲公司的迄个品牌即个技术其实伊就是有独占性啦即马就是讲拄仔咧讲即个或者地面通讯的即个平台即马有真侪公司嘛是甲看咧要放咧伫太空。这个太空网络，搁或者卫星的经济，太空经济甲卫星经济，这个物件就是讲，即马真侪卫星愈做愈细粒，愈做愈精密，伊会当侦察到物件愈来愈幼，愈来愈详细。所以呢，即马变做大家国家拢会当做卫星，但是呢，发射的机会足少。去年全世界所有的发射的迄个次数，拢总头87摆，搁前年90几摆，所以一年所有的发射去太空的迄个次数，拢无超过100。所以讲一摆的迄个发射差不多你拢较细粒的迄个卫星，你载的4、5粒。若较细粒的较细粒的人载较济，较大粒的你载2、3粒就差不多有人载1粒，一摆载1粒。即马全世界你等待要发射的卫星差不多4、5千粒。所以你甲算的，你甲这个算盘甲拍的讲哇，这所有的发射的这全部拢
包起来，啊，你发射要遐济卫星，当时才发射的线，吼，迄是差不多几十年，爱十几年才有法度发射线的吼。所以变做讲发射即个产业，发射技术即个产业变做是一个，即马需求量非常大吼。所以阮才会去行入即个所在。啊，要讲发射吼，火箭的技术，爱讲着即几个人吼。迄顶一个世纪吼，拢是因为即几个人，拢是因去带出来的啦吼。啊，这是迄个波兰人，一个波兰人，但是伫俄罗斯吼去发展的啊，即个或者火箭的教父啦，即个或者迄个火箭的公式就是伊写出来吼。啊，所有咧咧设计火箭拢是靠即个公式去做开始做设计吼。啊，即几个即三个吼，即个是迄个俄罗斯的人，啊，即个是迄个迄个德国吼，德国迄个李斯大人的是纳粹的时叫伊做火箭的即个人吼，啊，尾仔去美国，走去美国去嘛？尾走美国嘿，所以啊，即个是美国土星的即个火箭科学家，啊，这几个内面吼，我感觉上幸福是即个啦，然后但是伊的迄个成就也上好啦，吼，伊伫李斯大人的时，都把火箭的技术拢发展出来啊，吼，啊，迄阵仔是迄个德国的希特勒，互伊这足侪经费，互去发展，啊，拢总伊吼火箭发展成功，听讲，拢总前后做6万几届的实验，6万几届的实验哦，所以吼，一个人真有迄个毅力吼，会当甲即个代志做成功嘛是无简单啊，因为火箭是非常危险的迄个技术，啊，伊失败你嘛毋知失败伫倒，听讲有一摆吼，火箭迄个 V2 的火箭发射出去吼，伊要知影讲安怎失败的吼，伊家己走出去迄个火箭下骹，去看，看伊安怎歹去，看伊的迄个结构安怎去歹去，才去做改进哦。啊，迄是非常危险的代志哦。啊，这就是伊李斯大人要结束进前吼，迄阵德国已经知影战术啊嘛，所以甲遮的人拢甲伊带咧 Austria 附近的一个所在，甲因集中管理。啊，即几遮的人吼，因就开始思考啊，讲德国要战输啊嘛，但是因阁要发展火箭啊。迄是因的志业啊，所以因就开始想讲，要去俄罗斯，还是要去法国，还是要去英国，还是要去倒位安尼？尾仔大家想讲，上较好的国家就是美国，咱决定爱来美国安尼。啊，所以遮拢有300几个，300几个科学家，大家投票，拢同意要来美国。啊，要来美国呢，你要来找美国来投降啊。所以呢，迄个王布朗拄仔咧讲，迄个王布朗伊就找伊的标的吼，叫伊去找美军，四界去找，啊尾仔找着美国的一个二兵啦、二兵啦，找到一个美国兵吼，足欢喜的，讲阮要甲你投降，啊美国嘛足欢喜，讲哪有即种科学家要来投降？啊一个看，拢有300几个呢，怎啊甲伊遮紧甲伊全部拢甲伊甲伊招来，啊甲伊送去，马上用空运，用迄个飞机吼，甲运去迄个德州。先甲伊放喺德州叫做拉伯迄个所在啦。啊，德州拉伯就是风吹真大嘛，风沙真透，啊，所以因离遐无偌久，伊就感觉讲，即要发展技术无适合，因为风沙伤过大，所以要怎甲因搁移去即个汉斯维尔阿拉巴马，袂较早我尾仔去遐做工课迄个所在，我那是 NASA 第一个中心，就是伫迄个所在。啊，遮个人就是安尼去遐开始啊，有哪根据即个叫做李斯大人发展的这 V2 的技术，啊 V2 这个技术吼，到真也真侪火箭拢喺咧用，不管是迄个伊的推进的动力的系统，还是讲迄个安怎甲伊迄个引导飞行的技术，拢差不多吼。啊，了后就是讲美国就是用因这技术啊，才去登陆迄个月球，吼，赢即个太空的迄个竞赛吼，啊，这就是迄个全世界到目前也上界厉害的火箭，也是即只。咱咧讲火箭厉害无厉害吼，拢是看讲吼，伊会当载偌济去到太空啊。推力啊。吼，普通的火箭，即马上界厉害的火箭哦，差不多3%啦，差不多吼，你
地面吼，比如讲700公斤吼，700重量700公斤，你落载3公斤去到太空啊，剩个97%拢弹掉，吼，烧掉啊，甲弹掉吼，烧掉甲弹掉97%。啊，即只会当载4%，即啊加1%，啊来加1%就足厉害啊，迄就有够厉害。即摆中国所有的遐火箭拢2点几%尔，哦，啊，即个日本的算袂歹吼，日本的3点几%。啊，这是迄个当时迄个俄罗斯吼，因发展的即个引擎啊，啊，这一边是美国发展的引擎。当时呢，美国迄个俄罗斯发展的即个引擎呢，伊的效率吼。拢比美国的较好，效率拢比美国的较好。伊个共款的迄个油吼，再共款的油，会当提供到加超过5%到10%中的即个性能。但是咧，因无赢即个竞赛是安怎？因的系统做了伤过复杂。啊，美国的就惊简单的系统，简单的迄个规个系统的组合，啊，所以因较无失败的迄个机会就减少。所以美国伊是惊无共款，伊较聪明，伊听较简单的系统，啊，互伊莫出错，的时阵，你会当做较侪实验，啊，你就较紧去达到你的目的。所以这是无共款的迄个铁壳的看法啦。啊，俄罗斯吼，因拢想讲要当物件要做足好，啊，所以即马美国一寡迄个。大型的发射公司呢，即马是向俄罗斯去买引擎来发射的。吼，即马美国有几啊公司，所以美国即马因为这性能真好嘛，所以因甲买来用吼。啊，前边有一摆就迄个啊，美国甲俄罗斯迄个关系无好，所以迄个克里米亚的代志吼，克里米亚的代志吼。啊，迄阵啊，即个普丁就讲啊，我卖你啊，哦，伊就开始讲啊，所以即马因。迄个美国的春会吼，即个春会到2019年啦，所以呢，美国即摆就是讲足急的，讲2019年进前，美国爱有家己的引擎，吼，这是迄个啊，但是是安怎因的引擎会做了较好，是因为俄罗斯吼，伊有伊特别的材料，伊有迄特别的材料吼，伫迄个高温甲高压下骹袂迄个氧化，吼，伊袂去氧化，啊，即个。迄个是一种的特别的，迄个做 stainless steel 啦，哦，特别的材料。啊，你看俄罗斯伊的迄个材料科学非常发达，哦，啊，这方面是美国也无迄个去突破的部分咯。啊，这是一个发射，一般发射咧，即只算是讲吼，目前迄个性能上介好的一只吼，啊，这是迄个日本的迄个 H2B 吼，但是呢。伊的生理并无好，因为伊价钱伤悬啦，吼，伊咧卖即个火箭的服务的吼，价钱伤过悬，所以虽然性能好，但是一直生理无讲真好，伊一年差不多接到1-2摆发射，差不多啊，吼，即摆大家拢咧找迄个较俗的吼。啊，这是所有目前吼会当发射国家吼，这是拢一寡红的实力吼，伫遮吼。这韩国哟。日本啊，南北韩拢会晓，啊，中国啊，免讲，啊，俄罗斯啊，台湾缺席呢。啊，这迄个这印度啦，啊，台湾才有一个青色的啦，才有一个青色的吼，咱希望种将来变做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安尼啦。青色暂时嘿，暂时放伫遮嘿，所以。这个国家会使吼，啊，但是就是讲无简单啦，要去发展这种技术吼，啊，台湾是一个真好的位置，台湾伫这个位置顶悬咧做发射的工作非常好，啊，做地理上的位置吼，啊，即摆来讲吼，想讲我是安怎会去到迄个 NASA 吼，第一个，我1979年去迄个美国读册啦，去 Kansas 这个所在读册。啊，读了的时阵，我1984毕业的时阵，迄阵咧选啦，选讲啊，到底是要去即个General Dynamics， 还是要去 NASA？ 啊，即个 General Dynamics 就是替台湾做 IDF 迄个公司，迄个时阵伫迄个Dallas，啊，迄有互我迄个我有去遐甲伊应征，有想要请我，啊，但是 NASA 有互我，同一个时阵啊，但我想讲迄个。NASA 会当学的物件较快，所以我选择迄个台步较歹的去，转走去 NASA，无去
无去迄个德州吼。所以尾仔才去即个 NASA 吼，这 NASA 这就是讲吼，伊有即个对遮毕业了吼，会当进入即个 NASA， 互我学即个物件吼，就是包括所有迄个太空的发射系统太空的设计，所有的包括引擎，包括迄个规个系统包括即个液态的迄个引擎，甲即个固态的即个引擎吼。普通迄个太空梭吼，咧发射的时吼，边仔迄两支吼，就是固态的火箭，中太空梭家己对用的就是迄个液态的引擎，即个就是液态的引擎伫迄个 NASA 迄个做试验的时阵的迄个影片吼。这就是讲吼 ，NASA 迄阵吼，逐年差不多6月，拢会办迄个野餐啦。办野餐会吼，邀请迄个所有的迄个边仔的迄个住民吼，拢来甲 NASA 迄个野餐吼，顺续因会做试验，伫遐做试验，互大家看讲，这喷出来即个烟吼，其实敢若水尔，就是敢若水因为伊即个燃料嘛是氢甲氧嘛吼，所以造出来就是水尔，所以拢是水烟啦，迄种水气吼，水气所以无问题。这差不多距离遐差不多300公尺啦。有遮到遐才300公尺，爱落伫遐看，听迄声，听迄引擎的声安尼吼，逐年拢办1摆吼，都真趣味啊！因为安尼关系吼，所以甲 NASA 捌做真侪迄个有关即个火箭的即个研究吼，就是真好的一个机会我到这是迄个 NASA 迄个经过吼，就讲伫 NASA 工作，咱学着足侪物件吼，包括因失败的经验嘛吼，这是一个。即个是真出名一个失败的迄个经验。1986年吼，阮迄天早起拄仔咧开会，开到一半看迄普通咧发射时，伫迄墙仔边吼，迄个壁边拢有一个电视咧，互看发射。伊讲早起就是太空梭发射安尼，发射了到遮，安尼无甲平时无共款，今仔是做特别啥物科目小，安尼无共款安尼。结果大家看看，大家会议怎无开吼，紧去处理后续的代志。迄就是爆炸掉七个，包括一个老师，其中的一个老师吼，可死去吼。即个我感觉就是讲吼，行政系统伤过看总统的迄个希望。迄阵雷根伊就一直咧广告嘛，讲有一个迄个老师教师吼。要伫太空做教学，查某诶，即个，迄就是讲，要做这个工课，所以一直全国一直讲，下骹NASA诶人压力就足大嘛，讲一直无发射，就大家一直赶，所以迄天伫咧发射进前，就是即个发射指挥官，甲即个做火箭诶迄个工程师两个做讨论，工程师讲袂使啦，即个若温度遐尼无好，天气歹，就袂使发射。但是即个NASA 即指挥官就讲，就是要发射因为顶悬的要求，所以尾仔发射就出这代志吼。所以太空的工课袂使乌白来，你若伊规范就是讲，你发射有几度以下袂使发射，你就是袂使做这工课吼。尾仔证明就是讲，伊个物件，内面物件像你啦，你像你咧封锁、封迄个热气的迄个像你吼。本身就伫迄温度就碎掉所以要防的迄个真无简单吼。另外一个就是到2003年吼，佫有另外一摆，2003年的时就是伊要飞去的时阵有迄火箭顶悬有迄喙皮去落落来去讲着迄个太空梭的石仔，石仔去拍破所以。这就是讲做发生这代志了，开始看这影片，发射时就知影，就讲有代志但是无确定吼，所以迄个时阵嘛，NASA 叫阮就讲去分析者，讲这若有物件落来，迄阵这个影片有看着讲大概偌大啦，大概是偌大片的物件落来，但是会讲破袂，毋知影。但是我分析了就讲一定会拍破，尾就真正拍破，迄个头前就是拍破，就是。转来时阵就是迄个头前迄个热气就是走入去，甲迄阿鲁米氧掉，石仔就歹去规个太空梭就拢分解吼。迄是无法度的代志，因为你无法度伊的迄个所大的迄个氧气吼，敢若有够几工尔，
所以你若要搁迄个发射火箭去甲接，迄袂赴啦。迄准备的时间已经超过啊，所以迄是无法度的代志，一定爱倒转来试看嘛吼。所以而且学着啥物代志呢？学着讲美国面对这失败了后，因的对待代志的迄个态度吼。因的迄个第一个工课要做的是，毋是你怪啥物人怪啥物人。第一个想讲要解决这代志，爱安怎解决？先去找迄个解决的方式。啊，解决方式迄个拢做好啊，甲代志拢解决了，才去做行政上要安怎做代志安尼。所以呢，原来即个失败即个吼，像原来失败即个是迄个边仔迄两个固态的火箭迄失败嘛吼。啊，即个总工程师呢，尾啊，互伊搁较侪钱去甲伊修理好。啊，修理好了，等甲拢做好了后，啊，甲伊搁互伊一个肯定了，啊，才叫伊离开迄个位。所以因的做法无共款，因的做法就是讲袂讲，啥叫伊离开？就讲伊迄个啥，伊已经嘛年纪有够啊，而且个伊嘛有即个有够贡献啊。当然，当时是伊的责任嘛，但是伊有哪有去做另外工课甲做甲补偿啊，所以就安尼，所以咧做代志的时吼，伊态度真无共款，伊袂先讲吼，啊，啥啊负责，啥啊负责，安怎去开始迄个因袂做即种代志吼。啊，另外参与就是讲，我伫1991年的时候出来开公司吼，迄个时我离开 NASA， 啊，会开公司就是因为美国的迄个空军吼，伊找我做即个代志，啊，即个就是啊最近旧年啊、今年啊，拢咧讲的即个叫萨德飞弹嘛吼，萨德的防御的即个飞弹啊，因为我迄阵有一个软体啊，全美国，敢若我迄软体通算即个系统吼。啊，所以迄阵空军叫我出来开公司，互我1991甲1995的即个迄工课吼，所以我就是安尼，我才会出来开公司啦。啊，即个萨德的迄个高空防御吼，啊，我迄阵做的工课就是讲要去设计即个叫做迄个 seeker 啦 ，seeker head 的迄个设计吼，就是讲啊，飞弹发射出去啊，伊迄对方的飞弹来啊，啊，你要安怎看迄个所在吼，飞弹伫遐。啊，其实你看到的时吼，其实毋是伫遐，因为迄个光线已经转弯啊，吼，啊你光线转弯，啊个光线本身会飘动，啊所以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有可能差10几公里，吼，你若照你看到的去发射去走去，你会迄个差不多10几公里，啊所以你爱去先爱做一个迄个叫做修正的迄个资料库，啊这资料就是去安怎去。我去做即个资料库，啊，互伊去修正，所以拍出去的先会当看到讲伊伫倒位，真正是伫倒位。啊，你看到迄个所在，啊，甲做修正，真正个位置吼，会当去找着。啊，迄原因就是讲你飞足紧的时吼，头前有咧气流的，无共款的迄个物理的迄个变态，啊，互你迄个光线的转弯吼。啊，所以即个迄阵做的工课，啊，因为做迄工课了，怎有哪会接其他迄个单位的迄个工课吼，啊，包括即个尾仔有哪帮即个 NASA 做即个发射新的一个发射系统，但即个发射系统尾仔做无成吼，因为有一个材料尾仔做袂出来，吼，就是迄个伊的其中的一个迄种叫做燃料的迄个箱吼，迄个油箱吼，伊本来答应讲要我做偌轻，啊，结果做无遐轻。啊，所以尾仔就做袂到，啊，所以这规个差不多美国超了 NASA 超了10亿美金啦，10亿美金了，这个怎啊无做？因为就是无法度达到迄个目标，飞袂出太空吼，所以这个尾仔怎啊无做吼？啊，这是另外一个甲即马一个叫做 SpaceX 有关系一个工课吼，就是叫做火箭吼，即个咱迄个时代就是讲要发展讲火箭会当家己降落的技术啦。哦，啊，即个就是迄个DCX 即个工课，啊尾仔即个 DCX 互 NASA 接过来，啊，所以阮迄阵啊替伊设计即后壁即个火箭引擎后壁即个迄个环境的问题，甲伊的性能分析吼，啊，即个工课尾仔才真侪工程师甲科学家尾仔就是加入即个 SpaceX， 所以像那 SpaceX 即摆会当做降落的工课，遐尼紧就达到这。就是即个基础来吼。
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一个影片吼，你通看讲伊即个当时咧1995年的时做试验的时的情形吼。啊，这是咧火箭，伊本身有4个引擎，里口有4粒引擎，会当直接起飞，起飞了会当做无共款的迄落飞行的姿态，了会当个直接安尼降落转来原地去降落吼。所以而且控制啦吼，控制上的迄个软体，啊，搁即个引擎要安怎调即个推力的即个方法，迄拢是迄个当时去发展出来吼。啊，你咱看讲当时等下伊会当转一个弯，啊，搁走去别个所在，搁走倒转来吼。非常离迄个时代来讲吼，真少人会当敢去做即种设计吼，因为火箭你若无拄好，迄个降落无顺的，是完全爆炸掉吼。尤其是即种的火箭吼。伊即马就回到一个所在了，伊转倒转来。所以即马 SpaceX 你做的代志就是这尔啦，其实就是这啦。啊，你飞了足紧，啊，要哪互伊倒转来，真紧就去降落落来吼。降落非常拢毋免搁停一个安尼，完全非常精紧的迄个控制方式吼。啊，因为即个技术真重要，所以像日本2006年有哪有做即个工课吼。啊，当然伊即只即个火箭吼较细，伊的迄个 size 较细吼，嘛飞一个尔，飞一丝仔就结束啊吼。降落转来。所以，迄个原理是差不多啦，但是就是看伊会当做较偌大的迄个火箭吼。啊，这个 SpaceX 你早期咧做试验的时候，2013年，迄阵做试验的时候，伫德州，伫德州做试验的时候一个图吼。啊，这个咱看讲伊引擎安怎去做控制吼，咱互伊稳定控制吼。啊，即个伊咧做试验的即站吼，差不多10站楼啊悬啦，差不多10站楼啊悬。伊个速度就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嘿，安尼慢慢，迄上计是10公里叫。这吼，当然这是咧试验的啦。试验的时阵，伊就是要调一寡控制的参数，所以无需要飞紧伊是敢若，互伊即个系统会当稳定为。上摆重要是安尼啦，搁降落的时，即个引擎要用偌济力，互伊慢落来，搁安怎接近地面的时，爱啥物款形式所以这拢是咧试验即种工课吼。当然 SpaceX 即马发射的，伊就是讲伊会当回收吼，第一站会当回收，就是讲发射中第一站迄个用得了进前，伊就开始脱离吼。顶悬迄只佫继续飞，第二只继续飞，送卫星去哩嘛吼。即摆第一只伊就翻一个身，就开始倒转来吼。迄个用迄个尾，用即个尾倒转来安尼，开始减速落来佫减速了落来等甲即个空气的密度较悬嘛，所以自然家己减速。自然减速了，伊就当降落来即个所在吼。伊吼为即个一点到即点倒来降落的时候，伊的平均迄个降下的速度吼是超音速的。平均的速度是超音速的，所以你通想讲，即个工课有偌困难？这毋是算讲伊的所谓距离来算是敢若讲关渡的距离来算是超音速的，所以是超音速超过足济，咧倒转来吼，所以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而且有一个我一个感觉就是讲吼，你若讲伫台湾即个政府你要申请做即种工课吼，公务人员毋敢甲你批准啦。你想讲一个飞弹对迄个本土安尼飞转来，你互你飞无？你会敢批准无？但美国伊就是会当做即个代志伊即个互伊倒转来即个敢来比较降落，伊嘛是可以做到目前嘛是拢成功当然伊失败的是拢伫海上去做试验头前几摆拢失败，迄是伫迄个海上。
海上去做试验哦，所以这前几摆失败的时阵是迄个海上去做试验嘛，尾仔就有成功吼，这是有哪有其中的一摆啦吼。这是这个这个平台吼，伫海上一个平台，这降落落来吼，火箭落来。你通注意看伊个，小可跳一下吼，伊到迄平台顶嘛小可跳一下安尼。已经无简单啦，会当定位吼，会当定位定到遐尼准，直接降落吼。当然有足侪即马无共款的迄个公司拢咧出来吼，因为拄仔咧讲。迄个卫星需要辐射真侪，所以真侪国家佮大细公司拢开始咧发展即种无共款的技术，佮有新的这技术一直咧出来，想讲要互火箭发射的迄个佮较迄个有效率吼。即要讲到阮的产业吼，就爱讲一个即个火箭的迄个形式啦吼。火箭拄仔咧讲有个液态的引擎，佮有固态的引擎。佮有即个叫做混合的引擎吼，混合的引擎主要是讲混合的引擎是上较安全的引擎啦。火箭引擎来讲伊上较安全的。因为安全的关系，所以会当做甲真成本真低吼。这其中一个试验吼，几年前吼，2、3年前有一摆伫迄个加州做试验，有一个即种的飞机吼去失事，但是呢，伊的迄个火箭的引擎并无复杂，直接落来，这是脆条型，落落涂骹才脆条的吼。所以表示讲即种引擎其实真迄个真安全啦吼。而且我搁伫美国搁有参与真侪啦吼，就包括去为迄个火星的工课啦吼，包括用即个核能做过来就讲转来台湾吼，我转来台湾是其实就是迄个2004的年底开始啦。我决定就是讲2004年底的时阵迄阵拄啊台湾的迄个福尔摩沙2号发射线，新的主任伊上台，伊就开始讲台湾要发展即个发射的技术，所以呢，就即2个人吼，敲电话写 email 甲我讲紧转来啦。即个拢因拢是交代啦吼，林明忠院士甲吴宗信，伊写 email 甲我讲爱转来做这个工课，所以我就迄个年底吼，2004年底就转来即个面谈吼，了后2005的3月，迄个时就转来伫迄个太空中心，转来伫太空中心了后，就开始就做迄个做探空火箭的迄个计划吼，搁做系统工程。探空火箭其实就是一个伫迄个时阵就是讲被做准备的工课，后摆要发展迄个台湾开始发射卫星吼，发射卫星登去伫的即个机会吼。所以呢，我伫迄个时头2006就开始咧做即个要哪规划做即发射系统的吼，嘛开始咧建案吼，开始要立案。2008年完成即个所谓主要的技术的发展，迄个是恁个准备到拢差不多吼。这就是迄个探空火箭经过一寡迄个工课啦。一般探空火箭，台湾的探空火箭拢是2节的火箭吼，伊就拍去差不多300公里的所在，去做一寡实验啦吼。一向拢是安尼啦。而我转来了后，就开始做一寡无共款的改变吼。包括伫迄个火箭的技术顶悬的改变，佮甲即个伫民间吼，包括高台甲成大，成立即个学生的即个火箭团队，为2007年开始训练，2008年迄阵开始有迄个计划，互伊开始做。所以呢，咱2007年的时阵，迄阵陈建仁，迄个时阵是国科会主委，迄个时阵伊就讲吼，伫即个台湾差不多2010年吼，就会开始发射卫星。那照当时的迄个规划，就是迄个时阵就开始发射。但是呢，即个计划就是讲2008迄个震动轮替了后，就开始变化，就无共款啦。尾仔就是迄个工课就结束掉。
但是呢，因为我感觉讲，即个技术袂使互长去吼，所以伫迄个民间，包括甲交代、甲现代，即个计划，我吼继续怎啊放较侪经费伫遐，啊，所以才会讲迄个交代甲即个现代才有即个火箭的团队吼，会当做发射的工课吼。但是呢，到2014年啦，超过2014年的时阵，迄个探空的火箭的计划。怎啊去互政府怎停起来，结束了，怎啊学校这边有哪无经费嘛？所以这学校这边才会出来做大众的募资，就是这个原因啦。大众募资就是为2014年的迄阵开始嘛，迄阵交代想讲伊用大众的募资要来完成后续的迄个工课但是尾仔就一个迄个啦，当然。你建立即个大学的混合式的迄个探空火箭计划时吼，迄嘛无简单啦。要建立即个，因为咱来甲伊讲我要建立甲学校做即个发射工课咱来甲你讲讲他们怎么可能让你发射火箭呢？你就问讲他们是谁啊？你心内大家拢有一个敬重大家想讲无人知影讲到底是啥物原因，但是大家拢会惊所以呢，我迄阵就讲简单我就来迄个研究所有法规先现出所有法规看要安做发射的工课，啥物人拢会当做发射啦。其实讲起来就是安尼啦。你若有一个系统，有一个团队，你是会当互大众信任的。你了后，你提出计划，讲我当时要发射，去民航局去甲伊申请，民航局就会甲即个申请书去甲所有部会拢写一遍倒转来，写拢无冲突。拢无冲突的时，你就会使发射伫台湾发射其实比韩国、比日本搁较自由咱若发射是会使无限的高度啦。伊甲你讲无限高啦。你当拍，你要拍到月球去嘛会使。意思是安尼啦。韩国比赛。韩国甲日本规定足严的。韩国甲日本讲民间要发射10公里。袂使超过10公里悬安尼。咱是讲因为咱遮其实较无规矩啦，因较毋知影，规矩，所以伊就讲我拢你讲啦，你要发射我不管，但是你袂使甲民航机的迄个航道有冲突啦。比如讲伊若讲一个航道伊逐工12点为飞过，你就莫12点发射，你就早起10点发射，还是讲下昼2点发射，安尼就会使迄关度实在你发射的啦，无限制所以尾甲即个代志用清楚了后，讲安尼无代志我就学校提出申请，现代也嘛提出申请，就安尼继续有发射，所以发射就礼拜离迄个南部遐发射就礼拜。募资偌济募资我想我嘛无确实的迄个大概差不多700-800万啦。安尼零下无，毋是，这是说尾啊，我 ARC 我有关注。迄是尾后，迄你个计划结束，因咧发射的时，这是你计划进前，计划时阵啦。然后咧探空计划这2013-2014，这拢是太空中心遐我这边互因经费嘛，因为遐去发展的，迄个时阵经费较充足啦。所以较无问题。这是中科院的中科院的遮火箭这是学术界做的火箭本来是讲是讲因即个募资料就是要做这个工课，就是讲要拍100公里到200公里啦但是到目前因为学校欠经费嘛，所以无法度实施即个计划啦这个探空伫即个混合的甲学生。做的即个其实较有意思啦，伊较有真侪新的物件，新的物件会当发展出来所以有新的技术即个而且佫较真侪学生啦，真侪学生会当真正去参与即种即个甲太空有关系即个工课包括设计，包括做迄个足细项的零件，做甲规个系统，因拢有参与着。所以是真好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经验因包括要安怎做火药安尼火箭顶悬有一个物件，要用火药去启动嘛，要用火药去切物件，要用火药去迄个开即个开窗开门、开衫火，要安怎甲
迄个火钱甲分杂，迄嘛有火药啊，啊要咱做火药嘛爱教因安怎做啊，吼，所以这规个包括足油的物件嘛拢有教吼。啊，这是讲因伫学校的时阵，就包括讲你看做到尾啊3栋半吼，这个推力，一个引擎3栋半，迄个火钱的引擎因嘛是学校做出来吼。啊，而且非常安全，因为用的是迄个混合火钱的技术，因为校园顶外头咱做食的拢袂有危险吼。啊，而且当时嘛咧讲哦，阮后摆咧做即个吼，这超101啊2012年就咧讲啊，讲咱火箭飞去了，甲飞倒转来，啊，伫这附近甲收转来，所以甲 SpaceX 做的其实共款啦，迄阵也咧讲啊，啊，但是就是无经费，无法度去实现即个工课吼。啊，这是迄个发电的过程吼，一个影片啦吼。这个当时伫这这是港仔村吼，港仔村的这个海港伫遐，啊伫遐发射吼。啊，这个所在是伫迄个南回公路边啊吼，有一个宾科大农场啊，吼试验场，迄叫做达人农场吼，内底有一个阮起一个迄个试验所。因为火钱爱用足高压的迄个油桶吼，所以嘛家己做即个机器吼，去做碳纤吼复合材料的即个缠绕机，迄拢家己设计的。你若去外国买吼，爱1500万，啊，阮400万做起来。家己设计，完全家己设计吼。啊，即个迄个叫做 parachute 吼，即个拉卡伞吼，这嘛是家己学生家己用车去车的啦。所以嘛会晓车车啊，要车啥拢会晓。啊，火箭嘛做试验嘛，所有过程拢有经过吼。啊，包括这通信啊吼，啊咱看通信的迄个效率好歹。这就是最后一摆，这个团队吼，最后一摆经费发射礼拜。啊，即摆有一个重要性就是讲吼，伊顶悬有一个迄个实验品吼，迄个实验品就是即摆飞了，啊，就表示讲伊是成功的。啊，即个实验品就去装咧中科院的火箭顶悬。中科院的火箭就讲你要装起来进前，你要知影讲伊是好的，伊是一个有合作验证过的迄个物件，伊才要互你装起来。啊，所以这验证了，怎去装咧迄个中科院的火箭顶悬吼。啊，而中国因的火箭顶悬嘛是迄年年底怎一摆发射就成功，迄个物件就100%成功安尼，就是经过即摆的迄个验证吼。啊，尾仔就是讲做这代志了啦，有一个大老板看到大家大众募资的过程吼，啊，伊是看到即台湾的产业，所以怎成立这间公司吼？这间公司是迄个。2016年6月成立的吼，啊，所以就是这公司，我即马大概去真紧讲过，阮即马公司总部伫德南，台南城内边有一个团队吼，咧做迄个飞行软体的部分吼，阮的迄个发射地是伫迄个台东靠近屏东的迄个所在，就是迄个南田迄附近遐。阮即马目前有超70个人吼，这是阮要做的工课，就是讲因为即马发射的需求吼，会卫星愈来愈侪啦，所以迄个发射的迄个需求愈来愈大，但是呢，大的火箭无法度去应付，所以你要做细只的火箭，随时来随时服务。你细只火箭的时候，摆会使我逐工拢会当甲你发射，无问题吼。安尼时阵你会当一般你若要等迄个车帮吼，等迄火箭车帮的时，伊就是讲伊发射去迄个所在，伊迄个轨道吼，你就走迄个轨道，你要去别位，你要家己去啊。伊意思是安尼，所以真无方便对卫星的迄个操作者、甲卫星发展者真无方便。所以我若讲用细只火箭，足经济，佫俗，我会当替你拍特别你要爱的轨道，马上看你要当时去了拢会使吼。所以伊的机动性比较悬啦。另外就是讲，阮即个技术比
迄个其他的火箭技术继续俗啦，伊的成本1/10以下啦。阮的主要的做起来系统的成本大概1/10以下，所以迄个竞争方面应该是无问题吼。啊，个另外后摆将来的足侪细粒卫星吼，就是要做即个叫做卫星群吼，卫星群的即种服务吼。真紧就真侪公司拢要像 Facebook 啦、Google 啦，因遮拢想要SpaceX 家己嘛是想要做即个系统吼，因为因知影讲即个商业的价值非常悬吼，所以因就是要抢这。卫星其实讲来真简单啦，其他一寡迄个标准的一寡零件甲斗的吼，就是一个卫星啦。你只要材料买到对就无问题，毋免，所以卫星是非常好做吼。伊所有的卫星会当去飞，所有的迄个速度拢是火箭予伊的嘛。所以火箭予伊了，伊就毋免管，伊就去射做代志安尼尔。所以卫星是其实看来真简单吼。就讲以规个产业来看吼，阮公司吼伫遮，甲太空中心嘛会当合作，甲中华电信将来做即个商业服务吼，嘛会使合作。安尼的时阵吼，会当带动台湾的一寡卫星相关的迄个产业。包括一寡零件啦，包括一寡迄个制作啊，迄个精密加工啦方面的遮拢会使围下来。安尼时阵会当带动真侪细间公司、大细间公司拢会当甲整合起来吼。这是阮目前进前几年啦吼，有接触过台湾的一寡遮个公司甲单位吼。已经差不多台湾足侪迄精密加工的啦，甲材料啊，迄公司阮差不多拢捌头啊。拢有去甲因接触过啊吼，是将来要发射的迄个一个状况啊，拢阮一摆毋免载伤济，咱就载几粒啊，拢细粒卫星吼，将来的迄个方向为迄个太平洋方向发射出去就会使吼。这是迄个目前设计的迄个3节的火箭吼，会当送卫星去吼。这是迄个台湾位置好的所在就是遮吼。咱若讲要做通信卫星吼，咱为即个南部遮拍出去吼，就是拢公海啦，即种公海吼，拍出去卫星拍出去角度，伊就会决定讲你会当迄个会当涵盖即个地球表面的迄个面积偌宽吼。普通咱若讲南北纬吼60度以内吼，遮大个人吼，差不多99%啦。迄个人类大个活动的大个所在，拢是伫即个范围内底。所以咱台湾遮拍出去，咱若拍60度吼，就是迄个南北纬60度拢会当迄个卡无着。所以非常好啊！咱拢毋免去问其他国家吼，咱出去就公海啊。咱毋免去问别个国家，我要飞过你顶悬会安怎袂安尼嘛？咱拢毋免问人啊。而且这火箭发射的时6个所在吼，这嘛拢公海。种太平洋公海吼，卫星就直接就放出去啊，所以对咱发射迄个操作来讲非常方便吼。日本的飞航管制区是到遮，差不多花莲顶悬遮，迄个日本的吼，下骹遮就菲律宾的菲律宾的到遮啦，所以咱这真快的即个公海，互咱使用吼，非常好。这是迄个阮进前发展的一寡技术啦吼，这是咱的技术吼会顶改善吼，已经到真好的一个甲世界会当比的。这是甲学术上啦吼，甲 Stanford 应该是小比较的一个比较度啦吼。讲咱注重的无共款的所在吼，要安怎互演进会当做好吼。这是今年初一寡实验啦吼，伫迄个。山顶迄个苗栗山顶做的一寡实验吼，无共款的演进做实验，做较好势了，才会开即个火箭顶悬吼。这是甲全世界较主要的火箭做比较，这是 SpaceX 的技术因就是伫即个乌色的即个壳仔内底吼，这是技术的好歹啦吼，来做比较。这是迄个Space Shuttle 吼，伊有2种系统嘛，所以甲即2种系统。甲并进起来，因为伊的迄个固态会只85%啦，所以甲比较起来，咱伫即个所在即个范围内底，咱会拄伫遮吼，所以咱会是甲人的技术其实是差不多啦，会当相比的技术的范围内底吼。这是即马伫即个德南吼，德南的迄个后壁的迄个
要甲做整合吼，整合试验的厂已经起好啊，啊，我这是原来的办公室啦，啊，即马这后壁这个厂已经起好，后摆火钱就放在内底咧做实验吼。啊，这是伫迄个公馆啊，苗栗公馆的山顶的迄个试验场嘛，已经起好啊，所以差不多即摆伊拢开始咧做试验啊，所以今年底今年第3季就咱做发射吼。啊，这是阮看的迄个机会啦，就是叫做satellite IoT 的系统啦吼。啊，这就是讲后摆为迄个太空去看迄个卫星的网络，啊，卫星网络是会当取代真济地面上需要的迄个通讯的即个服务吼。所以将来会当减少基地台啊，而且通讯后摆去到海林、去到山顶啥拢会使直接为卫星来做服务吼。所以你若讲这系统起起来建立起来了，伊的迄个商业的迄个机会非常非常大吼。啊，过来上重要啦，家己的国家家己求吼，家己的卫星家己拍。这非常重要。咱袂使讲叫迄个逐摆拢叫美国去甲咱拍吼，咱卫星家己拍。安尼，这表示有人讲，就是讲你一个所在吼，你若讲有法度卫星拍出去的时，其实你这国家里全世界，你的地位就是无共款。吼，迄个时阵就是讲，咱就是咱家己国家。这意思向大家宣布啦吼。啊，当然。我感觉这诚好，来讲，咱伫太空产业咧发展，就是爱一直求进步啦。因为别人嘛咧进步，咱嘛咧进步，咱嘛需要进步。所以，这 Steve Jobs 这个真重要吼，就是讲爱一直求进步，一直吼，才有法度甲别人竞争吼。啊，这嘛是阮公司一直要追求迄个更较好的技术的目标吼。啊，所以就是安尼。结束啊！多谢，多谢。大家有啥物问题无？感谢你做精彩的演讲吼。我想要请教的是，俄罗斯听讲有一款叫做 Soyuz， 是真厉害。啊，咱这和 Soyuz 有啥物无共？啊，赢因是赢伫倒位？好，谢谢。Soyuz 吼，咱算是迄个大型的火箭啦。啊，Soyuz吼，伊稳定性非常悬。啊，因为伊的系统为即个1970年代了后，就拢无啥改啦。啊，伊就是讲，互伊稳定吼。啊，即马全世界会当载人去哩太空站的，就敢若剩Soyuz尔。啊，太空梭无啊？太空梭无啊，2011年结束嘛，啊了就无啊。啊，即马美国就是即马要期待讲看 SpaceX 会当提供一个服务的。啊，所以即马美国。太空人拢爱坐俄罗斯的迄个火箭去哩太空站，即马是安尼啦。敢是第一粒的人造卫星是Soyuz，嘛是Soyuz的火箭拍起来。安尼哦。嘿嘿嘿。第一粒会记一个名诶。伊小可有改啦，但是一直拢无啥改变哦。啊，伊的系统效率无讲特别好啦，伊差不多嘛是接近3%的迄个会当拍去太空吼。啊，但是伊稳定啦。伊的迄个成功率非常悬，吼，伫迄个全世界火箭比起来，伊算是差不多算第一坎、第二坎的即种的稳定性啊。伊的系统属于较巨型的啦，吼，啊，但是伊都无需要追求较悬的迄个效率嘛。所以你若去看，你若去看因的发射地吼。逐项物件拢生咯，啊，但是发射去拢无问题安尼。伊个所有的器材啦、边仔啦，迄规个拢生的啦。啊，但是甲运来吼，啊，迄个点火落去，啊，就过去啊。所以非常好用，伊所有是非常好用。好，大家有啥物问题啊？请教者，所以即个2016年有晋升即间公司了后，就无搁需要甲大众募资啊像啊，拢敢有政府来的补助着？啊，甲未来想要做啥物款的业务？除了卫星拄仔讲的通讯即方面以外，因为吼，这公司即嘛是公司的运作嘛吼，啊，所以学校迄边家己去运作啊，所以学校迄边迄是分开的啦。啊，即边拢是完全100%是私人的资金，
迄个一般新公司吼，一般袂讲足济，袂讲有足济投资者吼，但是阮的股东即马有200-300个人，嘿，所以是足济有心的人做伙去甲迄个投资来公司吼啊。目前是也无迄个政府的迄个补助啦，当然即马是也咧看，因为太空中心最近有一个。因要做后一个迄个探空火箭的迄个计划，所以阮有去甲摕啦。迄个嘛拄开始尔。即个另外就是讲，因后摆，因正要规划第3期的迄个卫星，卫星后摆爱人发射嘛，所以嘛，即马开始有开始咧讲。5号嘛，5月5号。即马无即马去到8号啊，即马5号起哩啊嘛，无即马你转嘛。8号都起哩对啊。即马7号等台要发射。即马后壁就是8号、9号、10号一起安尼，因后摆在迄个国家规划迄个卫星，原来是4粒卫星啊，有哪有几6粒，所以因将来嘛是有需要人甲发射安尼，所以若讲到迄个时阵，阮也是有已经表示系统已经稳定因会当替因做服务，所以即马也毋知，另外就是讲，迄个公司当然阮有做。其他的工作，像最近有咧做迄个绿能绿能的运用啦。阮做即个火箭发电了后，有做迄个高压的油桶嘛。高压的油桶的技术，甲迄个做放迄个氢氢燃料的迄个高压氢燃料的迄个桶技术是共款的啦。所以阮就。用这技术，要甲迄个南部迄个沙轮的绿能的迄个中心吼，还佫有一寡民间的公司要去做，叫氢用氢气来做动能的车，即马拄则咧讲，所以后摆有可能像日本塞甲真头前嘛，Toyota 甲迄个Honda拢有即个食迄个水素的车嘛。即马就是后摆就是讲用这来做取代迄个所以做取代迄个因为即马真侪拢咧讲用电迄是有问题。你若讲全台湾的车拢改做电车，毋是大家咧充电的时，你想讲迄电需要偌济？你就惊死！迄阵啊，电厂即个电厂拢无够用，所以你想的讲台湾其实有足好的产业，就是迄个做。迄个晶圆嘛，台湾即个矽利康用足济嘛，矽利康伊有废料，矽利康的废料，阮有一个迄个阮的甲阮迄个做伙投资的伊的公司就是用迄废料甲处理做衫的迄个材料，会当做布料啊。但是呢，伫迄中间呢，伊会产生出一迄个水素，氢会走出来，迄个氢的纯度非常悬。较早拢烧掉啦，较早氢拢完全烧掉，迄个甲摕起来用就好啊。咱的所有后摆车就拢食迄就好啊，排出来敢若水尔。我有去九州去驶迄Toyota迄个氢的迄个车就哪驶哪滴水安尼啦，就哪驶哪烦，哪滴水安尼尔。伊也无拢无污染，100%无污染。而且遐个所有的氢拢是工业的废氢。甲迄个由迄个原料去做出来的氢，佫上解歹，你会当去水解用电解水去做氢，水是上解济的，咱边仔拢水对无？所以你讲要取代，你若要取代迄个做化石能源，咱边仔拢是对无？咱后摆毋免进口，咱若讲即个技术若发展甲上解。上解好的时阵全部拢甲建设起来的时阵，后摆毋免进口石油呢，咱完全用氢就拢会使迄是将来，当然即摆是迄足远的代志希望会使安尼啦，所以阮即摆开始做车，先用迄个车开始做起迄个政府嘛规划讲后摆若讲迄个合作迄个交通市内交通嘛会当。哪会当用迄？安尼时阵，
后摆即个技术会当慢慢啊，即摆大家较烦恼是讲，迄个氢吼，大家拢惊嘛，因为迄高压的迄个氢吼，啊若爆炸要安怎？大家拢惊爆炸要安怎？啊，其实人讲试验过，迄袂爆炸，啊，迄个所以呢，你若讲为迄个都市来规划的时阵，放一个加氢的加氢的迄个站，加油站加氢的站，一站就好啊，一个都市一站就好啊，啊，大家较袂惊嘛，啊，就迄个大众的运输落去遐加就好啊，啊，嘛是会当达到迄个目标啊，啊，这是阮有哪另外咧做的工课，啊，另外就是讲，迄个将来阮的规划就是，卫星啦，啊，佮相关的产业啦，啊，包括迄个无人的飞机啦，啥迄阮拢会去发展。啊，若是讲迄个将来若讲国防部有啥物所在有需要阮帮忙，阮会去做啦。所以这是公司将来规划啦。啊，当然这发射这是上介重要的啦。这个若甲做起来，迄其他的拢是简单的代志。我再请教一下，即马若准迄囡仔读高中，若准要行即条路，是爱学啥物物件？机械、化学拢会使。迄个当然数学是非常重要。迄个一般的机械、航空、航太材料，迄个物理、化学拢会使，拢无特别的限制。即马恁即马是甲迄个交代，敢有搁咧合作还是？交代合作无直接啦。即马是有即个几部分像较早有老师有帮忙过，有诶是请因做顾问啦。直接甲交代迄团队无关系啦。拢，要甲你请教一下讲咱的迄能源桶啊，事实上马上会使利用，看马是讲会使取代咱台湾的亚速桶，这就真好一个商机啊。第二个是讲，咱进前嘛是听过讲日本有民间家己咧发射迄个火箭，嘛是一个迄个民间的，甲恁要相共的迄个版本迄个故事啦毋知影讲咱的发射甲因的发射到底有啥物相共，还是无相共的所在？有竞争无？有合作无？会使小替咱讲一下咧比较一下。第一项迄个加速桶的代志迄阮有哪咧想啦，迄需要经过认证，迄要做大众用的加速桶爱经过认证。阮即马是有所有的试验的设备啦，但是台湾无即种叫做除了用迄个钢做的迄个桶迄个认证的迄个法规啦，法规即马拢还袂出来，无法规所以即马等于家己爱定规格。虽然阮即马拢是按照迄个日本的迄个即个规格去做嘛，试验嘛，拢照迄试验嘛，但是咱政府都无即个法规所以毋知要哪开始所以无要紧啦。再搁甲一寡立法委员去反映另外是讲日本迄是迄个北海道迄个阮好朋友啦，因为阮迄教授嘛拢熟悉但是日本就是讲因就是拄仔咧讲的发射的限制足大所以因即马就是慢慢行，因即马要做的系统嘛是讲遐诚细的系统，因为伊要做甲大系统，迄个日本嘛是爱经过因的法规嘛爱经过因的检验嘛，所以因的系统到目前讲起来，因用的迄个系统无共款，像氧化剂因用的甲阮无共款，伊用迄个液态氧去做，迄个固体方面伊用迄个叫做较接近迄个亚克力迄种的材料，所以两个系统设计真无共款啦，但是迄个要追求的迄个目标是相像的啦，即马就看，阮拢互相迄个，我逐年拢会去迄个仙台开会就拢会甲因交换即个意见大家拢希望讲看啥会当成功就是安尼。太空货运公司嘛，做一个发射场，
经营发射场。发射场吼，即摆阮家己有发射场嘛吼，啊，当然后摆若有迄个，毋是敢若日本的，迄个韩国的嘛是，韩国的朋友嘛是讲看伊会使运伊的火箭来台湾发射袂，所以嘛是有可能啊。我进前拄着一个阿杜啊，伊讲伊咧做啥物financial 的，伊算讲伊四界去找迄个卫星的啥物发射场啥物，啊做保险，讲你发射卫星的时阵，啊你若阵炸掉是安怎的时阵，伊的保险有赔。毋知影咱国内的，你毋甲这银行合作，你若讲像韩国啊，迄卫星，要来遮发射的时阵，啊做保险啊。目前是还袂讲到遮啦，但迄个台湾咧做保险，较早太空中心咧卫星发射做保险，嘛是拢走去美国啊，拢去找美国的保险公司。台湾这边敢若也无人踏入去这个行业的，应该有需要啦。应该有需要。即个我利润我做好诶，台湾即摆这银行迄钱拢烂土寸啊，放也袂出去。对。一工敢毋咧摕去，毋知黑白费。其实卫星若讲火箭若讲拢已经试验煞了吼，即马全世界迄个成功率啦吼，然后96%嘛。所以以保险来讲，其实这迄落是真好赚哦，其实真好赚的。就是咧去年发射成功的迄个 Formosa 5，就是听讲迄个翕起来的相片，听讲拢看无，即摆的状况是安怎？即摆就是目前啦，官方的讲法是讲，有经过地面的修正啦吼，地面的修正了，就是会当本来想讲。伊会号做会当看到的迄个解析度吼，本来讲2米嘛，即摆就讲3米，差不多等于差不多3米安尼啦。所以迄是官方的讲法啦，但是迄是无法度搁迄个旧的物件啦，因为已经入太空啊，所以你用其他方法去想要甲改变，无可能啦。因为较早有人咧讲袂用温度改变温度去，互伊的迄个。焦距吼会当较好吼，但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太空的迄个翕相机吼，拢是用迄种温度变化伊袂啥会变化迄种材料做，所以你要用温度变化去改变伊是无可能的代志，迄两个是冲突的。我先了一下吼，因为就是讲咱知影讲，我头前无听到吼，开始但是我讲。即个中国伫即方面的发展是安怎？因为中国伊伫世界各国拢定咧，不管是用买还是偷技术嘛，咱就是想讲，咱即个技术看起来嘛是算有即个世界级的。毋知讲中国伫即方面伊的发展是安怎，还是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讲，伊若伊的发展比咱较慢的时阵，伊是毋是有可能嘛会甲咱即摆发展的即个阮公司发展的即物件，当做一个目标来买啊，是讲来。即两个问题。当然，中国因真早就会晓发射卫星嘛，即摆佫当发射太空人佫要做太空站嘛所以因技术是这方面技术是无问题啦。迄个因旧年开始就已经有成立民间公司啦，伫北京，即摆有2间啦。你也知影，因伫遐成立的即种公司背后一定拢是军方的啦。那军方的迄个党的迄个资金来的嘛。所以呢，因嘛试过去全世界的迄落有航太的迄个研讨会啊，啥物会议拢去遐展览嘛。但是问题就是讲，真侪国家即嘛真少会讲想要摕卫星互因去发射。因为较早有咧美国有一阵仔，迄个美国的罗瑞有互因迄落卫星去发射有一阵嘛，然后1995年、96年迄阵仔，但是伊拢会偷物件，就讲卫星送去遐了，伊拢会详细去甲检查，检查人安怎做所以尾仔人就无欢喜啊。伊一寡物件伊拢是用安尼的经营所以西方国家啦，即个西方国家
一般是袂互因做即个服务啦，因为袂放心啦。啊，搁因若讲因的技术甲阮是无共款啦，因为伊是为传统的迄个官方的迄个技术落来的嘛，所以伊嘛是伊即马甲目前嘛是咧用迄种有毒的迄个推进剂啊，即甲最近甲旧年才改做用迄个叫做煤油煤油的系统才出来，进前拢是用迄个俄罗斯进前的技术，拢是有毒的迄个推进剂啊。咱即摆目前迄个服务吼，拢是透过美国遐去发射的咯。嘿，目前拢是嘿，为迄个为太空中心建立到近拢是啊。即马阁有另外一组那个服务7号吼，7号这有6粒卫星啦，嘛是委托这个 SpaceX 发射。你讲目标讲以后咱台湾发射。有啊，即摆就是咧讲，即摆咧讲即个代志，就是爱先甲这系统变做诚稳定啦。系统稳定起来了，当然伊就无迄个讲一定爱送去美国的迄个借口嘛，所以就台湾家己发射。即摆送去美国的发射，就是迄个靶地迄个 size 吼，拢差偌大。卫星吼。卫星一般即马愈做愈细啦，有一个所在我都缩小的是，你若要用翕相的时吼，迄镜头我都缩小啦，迄镜头是一定的大细啦，所以后摆卫星差不多拢差不多1米1米安尼吼，可能有较悬安尼，迄种的形式啦，差不多拢是安尼啦，所以袂讲卫星后摆卫星袂讲拢足大粒，除了迄种叫做。地球同步地球同步的36000公里顶悬迄种卫星，因为遐活较久，所以伊迄个特别的迄个功能迄个通信的功能爱有够强，所以伊卫星一般拢足重的，迄拢超过1吨以上嘛。迄种的就爱大只的迄个火箭去发射才会使。迄种你做袂使，因为你一寡迄个通信的物件吼，又毋足大迄个 power， 所以你无法度。所以即马恁的所在附近是偌重？我即马是差不多拢200公里以下的啦。嘿，即马大部分的卫星拢差不多会伫即个范围内底，占90%以上的卫星拢会是即种。即马伊每摆去委托美国遐发射时，迄落差爱偌济费用？无一定，迄阵吼，一般卫星伫全世界的市场吼，咧算拢称重的啦，1公斤差不多5万美金左右，称重的啦，看价。我请教一下吼，就讲几啊问题，讲第一个，咱即个技术的时阵，将来是毋是有可能的民选军？民选军做啥物内容大家拢知影吼。第二个就讲。听讲中国的迄个震动台火箭发射迄个试验的震动台是因世界一流的啦，因家己咧讲的啦。毋知影讲咱的震动台是家己做的，还是讲嘛是进口的？第三个讲，听讲中国的迄个火箭的迄个引擎嘛是甲迄个乌克兰是俄罗斯遐买的毋知影讲到底因买来了是家己去改，还是讲因着发展一套家己的即几啊问题，什物请教者？即种震动台吼，震动台本身迄个是阮是拢家己做啦。震动台是看你的需要啦，所以你讲买偌好，迄是拢家己讲的啦。其实你要达到你的规格就好啊。你也无需要，因为震动台就是第一个看你会当做偌济频率嘛，你的迄个频率有偌快。另外就是讲你通出偌济力嘛，你的加速会当加偌济嘛，就是安尼即2项尔。所以你若讲你的火箭诚好吼，你的火箭诚好，你咧飞的时诚顺哦，你就无需要诚大的震动啊。你震动来你试验的时就无需要诚大啊，迄就看你的引擎好歹。当然中国伊的迄个引擎早期拢是摕迄个俄罗斯的嘛，技术嘛是为遐来的。尾后有家己发展啦。像拄仔咧讲，讲伊材料本身嘛是无即个俄罗斯的遐好嘛，
所以因有诶物件嘛是爱为迄边遐去进口，材料方面嘛爱为迄边去进口，所以有某方面啊，伊家己无法度完全家己掌握诶物件啦。我嘛会使请教者，你即摆迄火箭发射，你感觉佫爱有迄 gyro， 迄个一定爱啊，迄上解重要。即摆 gyro， 恁即摆是家己做，还是爱？台湾这方面，你即摆已经做足好啊。哎呀，迄讲囥喺上升顶悬啊。迄算讲吼，算讲是太空中心的人甲伊贡献的。较早的讲，你飞行机顶的 gyro 747爱一粒换一粒，美国佫有迄个管制，所以咱即马咱 gyro 会使家己做。完全家己做的。是恁做还是？毋是迄个台湾的朋友做的。你是那个陀螺仪哦？对。加落有足侪种的啦，然后迄个较早机械式的吼，迄一种啊。啊，佫有迄个叫做迄个 ring laser 吼，迄个箍啊镭射陀螺仪啊，镭射加落。啊，佫有迄个上界普遍的是迄个无人机咧用的 MEMS 加落。迄只足差的啦。迄个迄个另外佫有迄个做光纤陀螺仪啦，FOG 啦，FOG 这是迄个美国的迄种为正水管拍出来的三叉式的 Trident， 迄个 FOG 啦，伊若拍足远的哦，拍甲伊种去啊，佫足准的安尼迄种的，就是上个佫当然你敢若有迄个陀螺仪。啊，佫有你会当整合系统，迄佫无共款。你会当整合一个系统，互伊佫较准。迄是佫另外的技术啦。迄就讲美国像航空母舰顶悬拢有一粒，美国的正水舰顶悬拢有一粒。迄落去海底吼，拢毋免知影，6个月拢毋免起来，伊拢知影伊伫倒位。伊伫世界伫倒位，伊拢知，伊拢毋免爬起来。所以咱即马咧加油加迄加速器拢会使改做。对。恁即摆迄火箭顶头加速，迄加油是镭射还是啥物？会用迄个光纤陀螺仪。光纤陀螺仪。即马台湾已经做足好啊啦，所以这方面免惊厉害，真正厉害。加油我都改做。上尾请教一下，就是咱即个高科技做者精密工业吼、产业吼，拢会产生真侪污染吼。毋知影咱即个火箭啦、太空产业这方面，以咱的经验来讲，即个制造火箭过程也好，还是发射过程，还是讲甚至即马讲是要卫星吼，这方面的即个产业，咁过程中还是讲了后会变做有啥物污染物产生无？若种有污染物，可比讲卫星，伊若有啊。袂当用的是，伊直接就伫宇宙、伫太空，安尼拢无搁回收来地球嘛吼。啊，是毋是久来嘛会造成伤侪太空的粪扫？这方面呢，即个问题，毋知咱公司还是讲咱团队是安怎去迄个？这真好的问题啊！迄个即马有两部分啊，一个是发射即部分啊，发射即部分，所以阮用迄个混合式的即个技术啊，即个混合式的技术，伫迄个 NASA 咧讲，伊另外一个名词做 Green Propulsion 啊，就是迄个绿色的迄个推进啊，所以选的材料拢是袂造成污染的材料所以呢，伫发射即部分，迄嘛是有两项啦，就是讲你迄个制造的过程，制造过程迄一般的加工啦，一般加工有的物件会污染，迄是无法度的另外就是讲发射了会去落个海仔底，落个海仔底一般啦，照到目前为止 ，SpaceX 有回倒转来降落伊回收嘛，除了伊之外，所有的火箭拢是等咧海仔底咯，发射中就等咧海，像迄个欧洲迄个法国，伫迄个 Ariane Space， 伫迄个French Guiana 伫迄个南美遐迄个发射场，发射出去迄个海仔底听讲已经有够侪火箭的迄个残骸迄个废料伫遐，需要处理啊，已经伤过济啊，然后即种问题迄是有影所以像阮的火箭将来伊是发射了，伊会落个海底，但是伊会浮的，伊会浮在海底，伊袂停落。浮了会当甲捡倒转来，会当甲回收甲捡倒转来，
会当后摆会当用这个方式啦。啊，另外就是火，迄个发射火，迄个去了后，最后一节伊会差不多甲卫星平紧嘛，所以伊一般是拢袂落来啊。但是阮会设计互伊迄个减速，去到遐卫星放掉以后，伊家己搁减速，伊会落来，落来了就伫大气层去烧掉，安尼啦。所以卫星将来卫星若是讲拢是迄个无拍真悬的卫星吼，即马就是全世界迄个太空即个机构拢有咧探讨即个代志啦，拢迄个垃圾伤济吼，所以呢，欧洲啦、美国啦，拢有新的迄种研究的计划吼，就是讲叫学生叫一寡公司去设计迄种看免去清遐个粪扫，像福卫2号已经结束运作啊嘛，但是伊也伫遐，伊伫差890公里啊，一直咧洗。差不多30年后，伊才会有可能会落来。30年后，伊还搁伫遐洗30年所以这代志将来即马开始咧想啦，开始想这办法要解决。将来会要求，将来会定迄个法律要求所有卫星去伫的人爱家己处理。就是讲你卫星任务结束了，伊爱家己落来，落来了就是经过大气层甲伊烧掉啊。所以这是将来有可能的，这个做的方法啦，要清理这个粪扫的方法。拄则伫你报告内底有讲到振动轮替了后，迄个本来迄个计划怎有变化嘛？即马又搁振动轮替了后，毋知咱对即个咱台湾的太空产业这方面到底政府敢有啥物款的政策咧规划，或者是讲根本都拢无政策咧处理？对迄摆即个2008了后，迄个代志了，伫迄进前其实我就感觉台湾若是要发展即种工业可能民间来做较好。因为政府你互政府去主持即个计划伊若顶悬换人，伊就会改变，就袂继续。你若民间做的是民间要求爱紧做生意嘛，所以效率会看效率看真重，所以像阮咧起这厂房若照公家机关要去起可能起3-4年也起袂出来，阮几个月也起起来，所以这是无共款的所在啦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讲为民间，像即个新的政府起来进前，其实阮就开始咧做即个公司嘛，所以阮也无去想讲要为政府要摕钱民间来发展发展会做好势就好啊。迄个政府后摆若有需要买阮的服务，就去提供因嘛。将来若讲国防顶悬有会当帮助所在，阮就甲帮助嘛。安尼，我想安尼是较好。迄个或者像美国一寡迄个国防工业嘛拢建立伫民间民间比迄个政府较加强足济所以这是应该台湾爱改变的所在啦。而且美国有一个法律真好，就是讲，政府的机关袂使做量产，所有研究出来物件，你若要量产要战斗机研究出来，还是讲航空母舰研究出来，要做量产一定要交民间公司，这是法律规定。所以。这可能是偌久啊，100年。这久啊，迄已经足久啊，迄从有美国以来，就是拢安尼所以若讲台物件，政府通做研究无要紧，新的科技发现但是要讲到要量产，要去互大众用的时，一定要民间公司。这是法律规定所以安尼是你就真好分割，政府就是负责做迄个研究因为迄是咱交税金互伊的嘛，做出来迄物件都爱服务人民都爱服务民间所以这观念是安尼来的所以以前美国的所有的国防工业拢建立伫民间是这个原因拢顶悬伊这制度已经设计做安尼无像咱遮国营工业迄像汉翔嘛是甲民间咧抢迄个像即马中科伊嘛是。
变做迄个法人嘛，法人嘛。啊，这法人了，伊嘛后摆嘛爱卖物件啊，嘛是甲这民间整理啊，吼，啊这是无公平的啦，因为伊已经接受国家的迄个援助已经30-40年啊，啊，佫一年拢到最近几年拢是百亿这种的钱资金落去，甲民间公司无公平啦。听讲因拢是去买技术啊，买物件来做，啊，毋是家己研究出来的。真济是安尼啦，听讲是安尼。对无毋对啦。请问者，咱敢有受到迄个弹道飞弹扩散迄个条约的约束？迄个有做迄个 MTCR 啦，啊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啦，那个是迄个全世界的一个条约。啊，咱当然咱毋是签署国啦，咱无签署啊，但是迄个咱拢会去对迄个美国遵守啦吼。啊，即个伊内面的内容主要就是讲，你若为外国摕来的技术，啊，你要迄个技术你要去发展飞弹，你就袂使超过300公里，安尼，迄是即个主要的内容是安尼。但是呢，你若土星发展的物件无离这限制，嘿。啊，这是因为，就是一个上解重要的原因，就是讲，啥中科院伊若要发展其他的，是伊来问美国，伊技术美国来，这是主要原因啦。300不哩远啊，拍到上海去啊。300哦，袂啦。拍到上海去啊咧。无啦，但是伊讲的300是迄个啥？你的迄个领土范围内底的300，所以你要拍悬啦，拍300无要紧啦。像有迄个太空飞机吼，拍到上海去。拍坏爱离阮那个领海内底，所以迄个像迄个，阮有一摆就讲迄个太空飞机吼，拍到差不多要超过300，差不多咧你嘛遐，日本遐马上来迄个敲电话来问，讲是安怎拍遐悬？这就是讲伊是伫这 MTCR 的迄个关节内底，迄个日本是替美国来看。因为日本的迄个美日迄个环保条约是包括台湾海峡，所以只若有任何即种甲军事有关系的活动吼，日本拢爱去通报，爱通报美国。会使请教一下，较早迄个讲卫星要拍去通讯卫星啦，迄个中华电信。讲都爱甲迄个新加坡借牌，啊无台湾无迄个国际轨道的即个牌，啊你即个方面对恁的公司有影响无？你咱台湾要发展即个微卫星的通讯做地下的，全世界需要联合国会员的，敢若迄条线，就是迄36000公里迄条线。同步。迄个地球同步的轨道吼。每半度应该是每半度一个位置啦，所以你若要去登记，要去了，你要有国家的迄个身份，你才会使去登记。咱即马这卫星低于即个3万。村内空间拢是自由的，拢是自由的。当然有一个限制是各国，你要甲各国去瞧啦。比如讲，你即要做通讯的服务。当然，你若要飞过美国要做通讯服务，你爱去甲美国讲啊，讲你要互我做报送无？你爱甲伊讲好势。安尼伊主要是迄个频道的迄个协调啦。你袂使甲人有冲突嘛。伊若原来有咧服务啊，你袂使甲伊有冲突嘛。所以爱找讲伊有迄个会使用的迄个频道才会使用。咱讲你通过是无要紧，但是你袂使放。对。了解。有迄个规定啦，所以将来若讲要做即个全世界国际服务的时，都爱甲真侪国家去讲，而且一定是爱做合作，比如甲因的通讯的公司甲因做合作，大家互相嘛，因为这遮尔大利益吼，一定爱大家分啦，无可能全部你家己食，爱大家公家分啦。恁公司即马敢有设迄个啥物？对即个外口学生啊，是种迄个 PR， 还是种迄个教育的资源？也未开始，后摆会啦，后摆会，即摆也未开始的。等若讲系统迄个发射出去吼，有开始迄个稳定吼，开始来会当做这项。恁公司在德南嘛？
伫德南，德南的迄个工业区内底。希望将来有机会拜访。我紧。不好意思，因为我在相关产业工作。我问一下，说我们这个商用火箭如果要升空的话，那我们要取得什么样政府的服务？然后第二就是说，那个因为美国之前那个 Google 的那个 SpaceX program 就是跟蜜月球比赛，然后它基本上还有刺激那个美国的那个商用火箭的产业。像不知道您对这个看法如何？因为上个月 Google 就宣布说，这个比赛后来奖金发不出去，因为没有人在10年内用商用火箭登陆月球。然后原因是因为有些法规的限制，然后资金的限制，技术可能不是问题很大，但是有法规跟这个资金的限制。所以这个状况如果搬回来台湾的话，我们现在台湾要做商用火箭这个产业，那是不是也有法规的限制，然后资金的限制？还有说这个产业的那个商业模型在哪里这样？就我所知，我是在无人机产业，所以我知道无人机产业我们现在有个产业，然后政府因为有产业，所以有个无人载具实验创新条例，可以让我们去找场地做实验，然后对政府的窗口是怎么样，入口程序是怎么样？那现在政府在修法，所以看这个商业火箭的产业，不知道能不能也是有一个这样的框架做下去。要到迄个商业火箭吼，爱有迄个做太空法啦。但是嘛，台湾无太空法嘛，台湾有迄民航法，但是无太空法。所以呢，有可能啦，最近有可能立法院会去，有可能希望会当讨论即个代志啦。前阵啊，碰到迄个科技部的部长，伊嘛讲，即马要开始杀，要开始杀太空法。若杀太空法杀过了，就有法通好做啦。当然进前有讲若无太空法，就用行政命令，行政命令会使你讲比如讲我当时我申请当时要发射，要发射去太空这毋是干那发射去咱遮尔，发射去太空的时候，伊就会出一个证明，讲这是迄个校外的公司，伊当时要做啥工作安尼。这个证明摕到了，就去迄个英国的迄个海事管理机构去甲伊登记，登记讲我当时要发射，安怎安尼，伊就会发布全世界，甲全世界讲咱当时要发射，有迄个火箭可能落在倒位，落在迄个区域落在所在，啥物所在伫迄个时间你就莫有遐经过，伊会甲全部的迄个船，甲迄个航运拢甲因讲。经过即个程序了后，就会使进行迄个发射的工作。伊这是敢会是飞航通道啊？飞航甲航运，航运，迄船啊，船吼，离迄个因为有迄个火箭发射中伊会落落来嘛，离迄个区域莫有船，迄个船有压过就好啊。因为你航空，你若甲民航局讲，叫迄个民航局用迄个飞航通道出去。对，航空甲船啊拢爱。拢爱做，所以国际上是安尼啦，像迄个北韩伊咧发射卫星嘛是安尼啊，伊嘛是去英国遐登记者，迄落甲发射去啦。对啊，阮三五是也看到啊。对，国际上是安尼啦，伊是伊知影讲吼，有法度找着人做武将，迄是主要啦。然后你万一你发射中，你若损害别人啥物财产，你损害别人啥物货，你有法度找着人负责啦。伊是要做这工作尔啦，所以咱入太空法嘛是有这目标啦，就是讲太空法，那提出来，其中就是讲你要安怎做飞翔，飞翔有啥物机制要安怎创安尼，拢伫顶悬拢有写着。所以买保险嘛。买保险。太空保险。对，变做买保险。台湾的这资本家想看嘛咧，银行。对。请教一下，拄仔摕着北韩毋知影讲以恁专业的角度来看，时北韩伊的技术到底是安怎样？然后大家嘛是真有兴趣啊。北韩的技术其实比南韩较好，因伫迄个几年前差不多6年前第一摆发射，5年前6年前第一摆发射迄个卫星去阮有看伊的迄个卫星的迄个资料啊。伊发射出来迄个卫星迄个射壳真圆啦。迄个南韩的发射出去是一个
真歹的迄个轨道，迄差足济啦，嘿，啊，所以北韩是有真济歌手咧甲帮忙的，迄咱看会出来。而且伊发射的时阵吼，迄落位直落来嘛吼，直落来，但是要拍迄种轨道吼，伊爱做转弯啦，嘿，所以呢，伊直落来，啊，互伊迄个第二站吼，落个迄个菲律宾的东边，啊了伊就转弯，伊转一个弯，就伫台湾的东边转一个弯转过，所以会当做即个技术的吼无济，全世界无济，应该是。请问者，您啊，佫拍甲诚准。破除请问者，就多你啊。歹势，但是啊，拄仔迄小姐的第二个问题，你还袂回应。讲 Google 迄个 SpaceX。迄个 Google 啊，SpaceX 吼，伊迄个，你拄仔讲问题是啥？就讲就是他那10年后都没有发出去啦。啊，上个月宣布说没有会长印发。哎呀，因为就是讲，因为迄个竞赛吼。当然，迄是真济迄落需要迄个一般的民间公司啦，要去做迄个工课无简单啦，伊爱有真济迄个认证啦，啊，佫爱通过真济迄个定数啦，所以我想伊会改变迄落竞赛的方式啦。因为当然伊做竞赛啊，真济人无来的时，伊随时来做改变，无要紧啦，应该是安尼啦，啊。即摆来讲要去月球吼，迄个 SpaceX， 我想马上就会使去啊。请问一下，大哥，你有讲到讲日本吼，法律日本的法律比较严啦哈，啊，咱的法律比较没有那么完整哈。啊，不过就是说两边的民间哈，我感觉讲两边的民间的企业头到动得很快，所以讲伊会讲日本的。刚才咱们跟我们合作，在这个你打到共有 Toyota 跟 Honda 那个力能，还有现在您刚才报告里面打到共有讲那个通讯哈，我有注意到，就是说起码日本他们台湾5G 的发展都是很拼，有没有可能会合作？这个都这种真有可能啦，因为迄个日本的迄个通讯吼，日本伫通讯这方面的产业嘛真发达啦，啊。伊伫迄个太空方面，真发达吼。啊，所以呢，将来有可能会合作。若是讲发展出来，若是讲有一个规模的时吼，就会甲日本去讲即个代志。迄需要做合作，迄是无问题。即摆也无是？也未开始，有开始咧接触啦，但是也未真正去讲。迄个日本伫太空方面吼，其实足非常的先进啦。伊即马，伊足早以前就去迄个派迄个太空船去迄个小行星啊，叫海亚布萨，迄个计划。啊，即马个海亚布萨2，即马嘛伫要到啊。所以伊迄将来的商业的价值非常悬啊。伊迄内个小行星顶悬有迄个石油的材料嘛，啊台湾即马世界即个方面的材料伫咧无啊嘛，将来会欠足济啊。啊，伊后摆就用做迄个太空的开矿的公司，采矿公司，太空采矿。稀有金属的。因为我也安尼问吼，是我是做半导体的，以前吼有遇到那个 NEC， 因就讲因国家对这个特别是太空的这个限制比医疗还要严，所以几项代志然后测10年、20年，所以一种我开玩笑就讲。台湾这方面还没有很进步。他说如果是他不能主导，但是讲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就是说跟台湾合作。所以我在问讲，应该是有在想，上面的人一定有在动，特别是现在民进党政府嘛，应该是有在动。所以要请讲有没有实际在合作了？后摆一定有机会。好，今日感谢迄个咱的陈博士面前遐安尼遮尔详细的即个解说甲。